話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都算出閘幾齊嘅。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全程路通啦，咁啊擺咗喺前面擠嚟一個身位嘅。添喜雲就第2位啊，不假外求第3，志在福星第4，內欄第5，粉紅衫貝貝龍啊，第6位外邊呢，仲有宇宙動力啦，中檔黑衫紅帽宇宙之光啦，內欄紅衫紫色眼罩，仲有紅當當啊，攞在外邊嘅馬啦，有威威父子啦，勁進天下啦，最出嗰邊仲有夢幻進區噶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全程路通，拋離咗後邊嘅對手呢，有2個馬位噶啦，後邊嘅馬原欄追咗少少啦，有不假外求啊，中間位置仲有志在福星啦，威威父子響外邊啊追啲，中檔呢仲有隻紅當當啊，最後100零米全程路通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2個身位呢，就先拔頭籌噶啦，跑第2名嘅馬不假外求啊，第3紅當當，第4名係志在福星啊，結果就頭場賽事都離晒一啲擺前或者係貼欄嘅馬。全程路通咁啊外檔起步，結果黃寶嚟胯下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啦，不假外求咁啊內欄第2、第3紅當當前中段都係貼欄噶啦，第4名係志在福星啊，全程路通，黃寶嚟。